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生活中常常讲会到，这日就是写，这日写就是特别记录的意思，像咱讲抄写文字，也有写字、写功课、写批。另外画图、翕相，嘛会当讲写。像写真，古早相片讲是写真，若翕相馆讲是写真馆，学翕相班咱讲是写真班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写字，古早针对领事馆或者是商馆文书工作者、秘书、书记，咱讲是写字仔。第二个词写客后，这是较古早的词，字面的意思是讲伫咧证书顶面来挂保证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趁着好日子，两人结连理，新郎新娘伫咧结婚证书签名写字，请亲情50写客后做证人，祝福今年开花，明年结子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写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